关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台北市长郭文摕的幕僚发文章，预测韩国瑜会选赢，而且有真悬的几率会当选总统。因为国民党因暗就要开始做民调，发表这款的文章，敢会影响到初选的结果呢？郭文摕是回应讲，每一个人拢发表意见的自由，这文章是假写的，都由假来负责。台北 NPO 聚落正式启用。老旧的北一路干事宿舍变成做非营利组织的 NPO 聚落，台北市长郭文摕无用市政，好像就甲国民党总统初选无什么关系。但是 PTT 点名出一篇文章，作者是李进玲，伊是前立委李嘉诚的后生。文章一开始直接表明家己是郭文摕的幕僚，大胆预测韩国瑜会赢国民党的初选，而且有真悬的几率会当选总统，引发各界讨论。而且佫像新闻版面，郭市长事前敢知影。我说每个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自由，另外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出身背景，有他的朋友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。他事先是有跟我讲，我听一听，坦白讲，那篇文章我都要去看，去解说。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初步暗时正式开始，幕僚伫敏感时刻发文，外界直接联想是串方向，干扰国民党初选。那每个人的想法，你们要去问他，怎么会问我呢？他谁的谁负责？你们没有找到他吗？他说以你的回应为准。虽然发文的人不是郭文摕，李进玲嘛讲文章只有代表个人立场，却让郭文摕未来动向再次受到各界关注。